他当什么保姆啊？这？他去给一个叫琪琪的明星当助理去了。哎呀，这娘们儿堕落，堕落。妈，阿华，哎，干嘛？你是不是缺钱花呀？你缺钱花，你跟我说呀，我帮你跟我爸要啊。闺女，你妈现在是什么都缺，唯独不缺钱，腰包满满的。哼，不是你，行，你想找工作可以，你别去给人当保姆去呀。谁说我给人当保姆了？我那是助理，你记住了，差着档次呢。哎呀，我宁可你给别人当保姆，我都不希望你给他当助理。你不知道那是谁吗？那亚洲出了名的难伺候。你还不了解你妈吗？你妈就好啃硬骨头，就好打硬仗。你妈是尖头班的，知道吗？王班长，知道吗？不是你，妈，你是不是空虚寂寞冷啊？本来确实有点寂寞沙洲冷，但是现在你妈快乐无穷动了，已经。这样吧，我就常回家看看。你这边就把工作给辞了吧。别的，闺女，你听我说啊，回家这事儿啊，我建议你千万别许愿，真的用不着。你呀，什么时候你特想你妈了，不见就难受了，你就回来看看我。你千万别因为，哎呦，我妈会不会特想我呀？我不回去挺不合适的吧？其实我特懒得回去，但是强迫自己用不着啊。咱们呢就都顺其自然，这样比较好，好吗？我现在生活很充实啊，并不那么需要你。你怎么把我说的跟白眼狼似的？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？说不通就别说了，我可没说你是白眼狼。不是那，来，我开门去。啊，挺好的吧，今儿？别说话啊！这儿没你事儿，你可千万别吱声。我没说话呀。哎呀，没说话正好啊。明儿你们俩好好聊聊天，你妈回屋歇会儿。哎，不是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憋着吧你。哎，怎么回事这是？甭管，那我怎么一进来就对我这种态度啊？你甭管。还让我保持沉默？哎，我进去劝劝你妈。你敢吗？我不敢，我都不知道劝什么。哎，走吧，咱俩赶紧回去吧。什么回去啊？不回去啊？你别闹啊，跟我爸在家等着呢。这才走几天呢，儿媳妇就离家出走，我回家怎么跟我你爸交代？烦不烦呐？小的事。不回去就不回去，你自己想辙跟你爸说去吧。你非得让你妈听见是不是？出来再训我一顿。你看你现在这样不讲理的任性，跟你妈越来越像了。你别这样啊！你还像你爸呢。我爸怎么了？我爸身上有……开门去啊！不会是我爸来了吧？啊，您来了，小婉你也在啊？哎，好。爸，哎，你妈呢？屋呢。王世华，王世华出来！王世华同志，你出来！哎呦，干嘛？嚷什么呀？干嘛呀？对。哎呀，干嘛呀？这都跟蜜蜂似的，今儿拿我当花啊？全都飞过来采蜜。你呀，真太让我伤心了，让我很痛心，你知道吧？有什么困难你给我说，没有你这么干的。你这样怎么对得起我跟我爸？是啊。哎，我怎么了？我不就找了份工作吗？怎么了？招你们啦？干嘛呀？你找工作了？你别吱声啊！我还得再给你解释一遍，我累不累呀？你给我一边旁听就行了。哦，我旁听。好。好，正好当着我闺女和女婿的面，咱把话都说明白了。当初咱们协议离婚的时候哈，说好了就你这一块的经济开销，所有的我都包了。我做到了吧？做到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出去挣钱，出去干工作呀？啊，你考虑我的感受吗？别人会怎么看我？
姨，我抠门不给你钱了，光自己挣钱了，我这个脸面，人怎么看我？丢不丢人？哎，谁说我找工作是为了挣钱呢？再者说了，哪条法律规定说你有了钱了就不许工作了？说告诉你了啊，够吃够喝行了啊，不许再工作了，有这法律吗？好，按照你的逻辑说哈，那么好，你既然工作，你找个像样的工作呀。你这叫工作吗？考虑过我们感受吗？我啊，在京城律师圈也是一线了。你闺女现在年轻，指不定哪天就是新闻界的一线，那离一姐也不远了。还有我女婿一刀。哎，谁说我就不能成为我们助理界的一柱啊？不是他层面不一样，你懂吗？他不在一个阶层，你考虑我们的感受。爸，我刚才刚从手术台上下来。疯了！你真的太不像话了。是啊，刚才遇着一产妇还难产，哎呦，吓死了都。那这女同志生了几个孩子？这么长时间？生3个。几个？3个？可不是嘛，3个。你赶紧回来啊！这饭我都热了2、3次了。行，你别着，这样，爸，要不你先吃，你别等我了，好吧？我自己就不吃，等你回来一起吃。我们的身份和地位，你懂不懂啊？啊？疯了！你真是疯了呀！你要找工作可以找个适合你的嘛，比如说做个买卖贩卖。打住！嘟！我听明白了。本来啊，我以为你们这一听我工作，哎呦，这份起急上火，呵家伙临时统一战线，就是因为怕我累着。说这么大岁数了，别这么辛苦，干嘛呀？缺钱我再给你，不是是吧？给你们丢脸了是吧？啊，传出去难听是吧？让人一听，哎呦喂，你妈是干这个的，哎呦，你前妻干这个的，哎呦，真丢脸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还真不觉得丢脸，我特别热爱我这份工作，真的，我怎么觉得这么好啊？哎，我天天跟着琪琪，我咋这么高兴啊？我看见他我就知足，真的，他呲儿我都高兴，他要一天不呲儿我吧，我还真有点犯贱。疯了！哎呀！哎，那个我问你个事儿啊，我听说那个琪琪啊，她老公怎么找了个比她小10几的，跑了。问聊，而且他们离没离啊？现在就网上传的沸沸扬扬的。你特想知道吗？行。不知道特难受。啊，就算。那我还真不能告诉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跟人家工作的时候吧，跟人签了保密协议了，就说人家的隐私我坚决不能对任何人外传。而吧，我每天跟他在一起，我都知道的全是他的隐私，他的电话，他晚上谁来，他们又怎么着了，但我谁都不能说。干这份工作蛮辛苦的。你们聊吧，我回屋歇一会儿，眯一觉啊。再见。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你看他现在都变成什么态度了？他怎么能这么想咱们呢？是。还有你，这大律师怎么变这么八卦呢？老爸也有平常人的那个心态，其实我也挺关注的。我对那个其实琪琪印象挺好的，虽然她长得不漂亮，但她真是实力派。真的，他的艺术生命会更长。你爸一个普通人心态。哎呀，你妈变化挺大，有点意思。笑什么笑？我觉得你爸这特别逗。你说你妈要像他这样该多好呀，是吧？走吧，咱俩。你怎么就知道说这句话啊？不是你痛快点，你到底走不走？不走。我可生气了啊！你生呀？你别以为我舍不得你，我说走就走。你走啊！爸，你咋这么晚才回来的？我本来早就应该回来了，我刚要走，医院来了个病人，我交代了几句，耽误了一会儿。小米呢？怎么样，都挺好的吧？回去。小米加班啊？赵叔和赵婶安顿好了哈。
我问你，小米怎么没回来？啊，那个他妈病了，小米现在在那儿照顾他妈呢。他妈病了，你没去看看呢？我昨天去的，我昨天去看了，挺好的。嗯，对，礼数到了就行了。对，爸，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呢？我还以为你怎么不住个10天半个月的。老街坊都挺好的吧？都挺好的，该看的我都看到了。嗯，你还记得堂叔吧？就广东籍那个。啊，要过来是吧？没了，尿毒症。哦。哎呀，你说这要是再隔个1、2年回去，那说不定又看不到谁了。这人怎么说走就走呢？你说。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在家好好的照顾你妈妈？是啊，你。我妈。你妈不是生病了吗？谁说他妈病了？你说的。我没说他妈病了。你刚说的。哦。不是，我说他妈就是有一点累了，最近没休息好，有点事，热伤风，没事休息休息就好了。热伤风也得注意呀，这人老了，太阳落山了，人睡觉了，第2天太阳照常升起，人没起来，说走就走啊。爸，没，你刚才你的堂叔这不？别，没有那么严重，他妈老注意锻炼，身体特别好。爸，我先进去了。啊。是，你怎么他妈都是说怎么生不起来的都什么呀？没那么严重。我没说他妈，我不是说个意思吗？我怎么又说他妈了呢？变成说走就走。哎呀，怎么回来了呢你？是不是想我离不开我？你爸那是什么意思呀？咒我妈呢？没，我爸随口一说，你别想太多了啊。那就是你咒我妈呢？我不是给你打掩护呢吗？真的，老婆，你回来我特别感动。怎么了？算了，睡觉吧。哎，你说，我就找份工作，我碍着谁的事儿了？呵家伙，我跟你说，姐乌泱全回来了，米饭、米儿、小亮全回来了。是啊，我当时就说，我说我怎么今儿成香饽饽了？干嘛呀这是？不是，他们才不是关心我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他们就是嫌我干这份工作丢人。对呀，把我气的。我说行，你们先在这聊吧，我晚上还有夜戏呢，我回屋先歇会儿啊，我得拿一觉，我就走了。我回屋了，哎，后来你猜怎么着，姐？过10分钟我一出来，鸟兽散，人全走了。我知道，我不会跟他们计较的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要睡了啊？不睡觉干嘛呀？这才几点啊？哎，赶紧睡觉。我要睡觉。我先活动一下。起开你！你沉死了！别打我！哎呦，我。谁呀？这么晚了？谁呀？谁呀？哎呀，能不能快点儿？急死谁？你们真行！你看姐，不是丫头，你这又捣腾什么生意呢？这又是？捣腾什么生意呀？没倒腾。
不是大姐，这点了，你这么晚过来，怎么了这是？别提我点多背了，我今天跑了一天生意，回去一看赵敏出差了，我又没带钥匙，进不去家门了，在你们这儿借住一宿，不麻烦吧？啊？没有，那你这样，你姐，那就你就进屋跟小米一块儿，别你就睡沙发就完了呗。别，千万别！我觉得这沙发我睡比较合适，我就睡这儿就行了。你还是你跟小米住。不行，您是客人，哪能让您睡沙发？我睡沙发。谁是客人？谁是客人呢？我是你姐，怎么是客人呢？你看这儿挺舒服的，看见没？看吗？这儿挺舒服的，就找个铺盖就行了，就一宿啊。行，爸去给你找去啊。啊，你赶紧睡啊！这事儿我来，我自己来，甭管我啊。那我睡了，姐啊。是我姐，没事了。我知道是你姐。继续。怎么了？你干嘛让我跟你姐睡一张床呀？不是老婆，我就是跟我大姐客气客气，她都在沙发那儿睡了。不是，就算你们俩睡一块儿有什么？你俩都是女的。来，你干嘛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呀？什么事情都自己自作主张的，你眼里有没有我呀？我愿意跟谁睡，我自己做决定。不是老婆，你说这点事你至于跟我较劲吗？你别上纲上线，咱俩赶紧抓紧时间。那可不，我从小到大，我除了跟我妈就是跟你睡一张床，我从来没跟别人睡一张床过。好，老婆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以后就咱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啊！都几点了？都是这样。没心情了，睡觉了。是。不，老婆。丫头，回来。有事儿啊？快滚！这衣服漂亮吧？漂亮吗？那衣服，漂亮吗？说过话，这毛病是改不了了。哎。你怎么起来这么早啊？爸，起来了。我给你做早点啊，看见没有？金氏鸡蛋饼，老好吃了。住在人家这儿，还不得干点活儿？对了吧，你那个有没有要洗的衣服？拿过来我给你洗。没有，我都洗过了，昨天。那我给你收拾屋子，就是说你的这个玻璃要不要擦？要擦我给你擦。前天我已经擦过了。哦，反正今天不擦，明天也擦，明天不擦，后天擦，是吧？来，你坐下。啊？坐下。坐下。啥事儿？昨天晚上你来，我就觉得你这心里头有事儿。你弟弟没看出来，我看出来了。有啥难事儿，你跟爸说说。我什么事儿你也不能跟爸说呀。妈，
没地儿住了。你不是在那个姓赵的那个住呢吗？赵啥来着？赵敏。对对。我被他骗了。他说有笔大生意，我剩那点钱就都给他了。手机没人接了，他住那房子吧，也不是他的。爸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做生意啊，别太贪。这就是多得不如少得，少得不如现得。爸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妈，下次都听你的。爸，你看，爸那存折上还有8000块钱，然后爸给你啊，别让你弟弟知道，听见没有？不够。可爸就这么多了。啊，我这次来北京吧，没跟你说实话。其实我不是光发展我的事业，俺的爱情。那还发展什么呀？主要想多几个人。多几个人啊？就是追着你搞对象的。债主。债主？你欠人家钱呢？其实也不怨我，大家都投资。你小点声，你小点声啊！大家都投资嘛，我借别人钱，别人也借我钱，他不还我钱，我就没法还别人钱。哎呀，反正到最后欠人10几万块钱。10几万？怎么这么多呀？反正吧，我现在没钱，也没地方住。你看我能住这儿吗？你说呢？我就全当您答应了，哈。我现在给您做鸡蛋饼去，哈。阿杰，今儿我有什么安排呀？您上午10点钟做指甲，下午2点钟做 SPA， 晚上6点钟跟张总一起吃饭，探讨下半年进程。再晚上呢还有大 party。最近学绕口令呢？啊？我一句没听懂，再说一遍。上午10点半您做指甲，下午2点钟呢您约了个 SPA 跟张总。行了行了，大趴参加，其他全取消。哎。我爸今天这粥熬得真不错。你姐熬的。好，来喽！金氏鸡蛋饼，尝尝。小米，小米尝尝。哎。来，别吃太多。我姐这饼烙的相当香。咋样？好吃吧？香，香吧？还是原来那味儿。那你忙，我吃不了了，我得先走，早上有个会。哦。你慢慢吃啊。那你别着急，咱一块儿走。马上我这就好了啊。大姐，你快乘凉玩啊。你等会儿，我这完事儿了啊。干嘛呀？我这马上上班迟到了呀。一会儿你跟爸出去买点东西。不是爸，我得上班，你要买东西让我姐陪你去不就完了吗？还非得我去啊？就得你去。你去比较合适。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。小心点，别夹手啊！不是，这啥玩意儿？这是？哎，你拿这头，这买这玩意儿干啥呀？把这看，啊，这打在这边，这么。哎呀，这买它干啥呀？啊？你一个未婚青年睡在客厅里头，你不方便，大伙儿也不方便，买个苹果挡一挡呢，这不就你也方便了，大伙儿也方便了吗？你想咋睡就咋睡了吗？那也整个漂亮点儿的呀，这多难看呐！哎，
哎，我奶跟我说过，原来他们家有一屏风，那屏风是贝壳做的，然后做成孔雀，然后还有牡丹花，然后还有蝴蝶儿，说可漂亮了。那是公礼，这是在早市买的。也是。哎呀，行了，大姐你就别挑了。我跟爸这一大早上出去给你挑这屏风去，就为了这色儿。爸挑了一早上，所以我说这色儿适合你，比较稳重。我看不是稳重，是沉重。什么沉重？你心情沉重。我不沉重，我沉重什么我？就你姐到这儿来，你心情沉重，你不乐意呗？没有，我没不乐意。什么没不乐意？我告诉你，金亮，我必须跟你说清楚。哎，凭什么你小的时候你让别人欺负了，我就得替你出头啊？啊？凭什么我就得一个顶他们10个呀？我现在没让你干什么别的，没让你帮我还钱，没让你替我出头打架去，我就说给我张床，借我个地儿，让我给你这儿住2天，怎么就不行啊？不是姐，我说什么来？我这一早上起来就跟我爸出去给你挑这个屏风，就挑了一早上，我没说什么呀，姐。你还用说吗？你看你那张脸，皱的都跟包子似的了，脑门上就写了3个字：不乐意。姐，我没不乐意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特乐意，我都乐意死了，真的。姐，我跟你说，你爱在这儿住多长时间住多长时间，爱怎么住怎么住，我特乐意，我太乐意了。你真乐意？真的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不，你乐意死了，你不主动邀请我过来住，啊，还让我自己跑过来，我就怕你不乐意，我这心理负担有多重嘛？不是，我哪知道您出事儿了？我不知道，我爸刚跟我说，我哪知道你出这么大事儿？我非得出事儿了你才让我跟这儿住啊？我不能没事到你家住2天呢。你是我亲弟弟，对吗？不是姐，咱俩这天没法聊了。我真的，我上班去了。哎，你躲我是吗？我不躲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躲也没有用，知道吗？你下班回来，我还跟你说这事儿。是，我听见没？我知道，我下班回来再说啊，姐。不让我住也住。想你时你在眼前。哎，女儿，你怎么来了呢？怎么了？自己看看。哎，怎么了呀又？哎呀，这不是你托爸爸要的那个 X 的签名吗？怎么样，爸爸托了很多关系的。是 X， 但是你看看那是什么 X？ 我要的是大 X， 你呢？给我整个什么小 X？ 什么跟什么呀？这是大 X 小 X。啊，你说的是大小写吧？哎呀，人家签名是可以这么签的。什么大小写？有没有文化？你有没有查过资料啊？啊，大 X 和小 X 是2个人。X 2个人？那我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这是理由吗？还娱乐主编，没文化真可怕。是。哎，女儿你不要着急啊。哎，爸爸再想门路，再找办法啊，马上找大 X 给你签，好不好？赶紧的，赶紧给我找大 X 给我签。好。哎呦，我这暴脾！哎，干嘛呢？就看不惯这样小孩，你知道吗？有什么看不惯的呀？啊？那你就看得惯，是把主的欺负我？那你就吃了饭再走呗。吃？那么大个肚子你还吃？你赶紧给我整吧。大 X 记住了。好的。破 X 还分大小写。小亮，开车呢吗？啊，大姐啊，没有，没开车呢。你说吧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哦，那就好，别到时候因为打电话再出点车祸什么的哈。亮啊，你走了以后啊，姐特难受。啊？你怎么了，大姐？你哪儿不舒服啊？心特难受。
我就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，你就从小就想到现在。我就想，你说这世界上谁跟我最亲呢？这世界上我就你这么一个亲弟弟，你说我哪能让你为难呢？唉，要是我呀，我也不乐意。你说刚结婚，突然来这么一个人住在家里，多不方便呢。小亮，你放心，姐不让你为难啊。姐今天就卷铺盖走，姐不成为你和爸的累赘，你放心啊。哎呦，姐你怎么了？你哭了？姐没哭。什么没哭？我听你这声我就听出来，你肯定是哭了。哎呦，姐，你看你干嘛呀？我跟爸你一来特高兴。真的，要我们俩能一大早上给你买屏风去吗？你说我俩要不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在这住，那我俩就不去买那屏风了，是不是？真的高兴你来这住啊！你千万别多想，一点都没把你当累赘。可姐现在就是你的累赘呀！你想，我现在又没有地方住，又没有钱，还没有老公，我就你这么一个亲弟弟。我从小就护着你，到现在也还会护着你。我现在就卷铺盖，你放心，不用你跟爸说，我跟爸说，我走。别，姐，你千万别说去，你千万别跟爸提这事儿。啊！哎呀，姐你得这么想呀。你说你来了，咱们一家三口，这不在北京算是团聚了吗？这是个好事儿，是不是？你要跟爸提这事儿，那恨不得我跟小米走得了。你可千万不能走，你要走了，咱爸还不得上吊啊？你说的这些话是真心话吗？哎呀，我说的是真心话，姐，你相信我，我现在恨不得在这给你跪下了。我都恨不得现在就回家跟你说去了。那行，你回来吧，这样显得比较有诚意。你等我下了班回去跟你说，好不好？行，我就先相信你吧，哈。哎，你必须得相信我。行了，没别的事儿了吧？还有点事儿。咱们家那枕头怎么那么硬啊？我睡着一点都不舒服。你下班回来给我带一软点的枕头，哈，要那个7孔棉那种。什么枕头？七口棉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连7孔棉枕头都不知道？你说你这学上的都上哪儿去了？你行，反正你就回来给我带一软点的枕头就行，好吧？行了，我知道了啊。哎呀。小米，行啊，金大夫，够专业的。我走了啊，拜拜。拜。走吧。哎，老婆。去哪儿啊？回家呀。咱今儿不回家了。不回家啊？咱外头吃火锅去。不是今天刮哪阵风了？你这平时都是你要回家的呀。是，那天老婆自打你领完我吃那火锅之后，我觉得那家太棒了，太好吃了。奇怪，你走吧。走。你呀，就是这一点爸喜欢，干活利索。这小米呀，要是能赶上你一半，爸也就省心了。干活麻利有啥用啊？不是也嫁不出去吗？要我还愿意像小米，什么都不会干，还能嫁一小亮这么好的老公。这个小米呀，你看着他外表挺柔弱的，其实他心里头啊挺犟。你说啥他也不听。哎，你说多了吧，他还不高兴。我现在是身体还行啊，能帮着他们干点啥。将来有一天我老了干不动了，哎呀，我
真不知道他俩这日子得怎么过。那这可不行，哪能什么都不会做呀？为了他们的幸福，您得跟小米说。您是不是不好意思说呀？我帮你说，不就是洗衣服、做饭、擦地、擦玻璃这点事儿吗？我给他列张表，哈，早晨起来干什么，中午干什么，晚上干什么，什么时候刷碗，什么时候洗衣服，什么时候做饭，什么时候擦地，什么时候擦玻璃。你看成吗？行了，你就别跟着搅和了。我这怎么是搅和呀？你住在这儿，我知道，你弟知道，这还不知道小米知道了他啥态度呢？他知道了能什么反应啊？您都同意了，他还能把我给赶出去？您不会说话这么没威信吧？我跟你说，老公，这儿的饭真香，真肉。这味儿太香了，这跟你爸做的饭简直没法比。瞧你，知足吧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爸能做成现在这样，那相当不容易了。你不知道我爸那会儿在家年轻的时候，什么活都不干，那完全就是大爷。自打我妈一过世，这我爸才学着干活，照顾家里的重任挑起来了，这大梁就挑起来了。那好多活都跟邻居学的，什么这洗衣服呀、做饭呐、照顾我跟我姐呀，都是邻居教的。我跟你说，那时候我爸还给我织过毛衣呢。真的？好着，还会织毛衣呢？织的好着呢，围脖、帽子、什么手套、袜子都会。是吧？确实，你爸挺不容易的。但你要说这不容易啊，得说我姐，我姐更不容你姐怎么不容易了？易，太不容易了。你想呀，我妈走那会儿，我姐才多大呀？也就10来岁。那会儿我爸是领导，也在矿上忙，天天起早贪黑的，都不着家。那谁照顾我呀？谁照顾这家呀？全靠我姐一个人，多可怜的小女孩啊！我那会儿小呀，老怕我到处跑有危险。我姐天天从早上就这么抱着我，一个姿势都不动，到晚上这胳膊都打不了弯了。是吧？我那会儿逃，我就老咬我姐那领子，就这么咬，咬的那衣服都烂了。我姐都不带打我，不带说我一下。哎呦，要么我跟你说，老公，这生孩子真是不容易，挺麻烦的呢。干脆咱俩也别着急了，再等2年，先玩2年，是吧？我姐跟你不一样，我姐是太喜欢孩子了，她是想要，要不了。为什么呀？哎呦，这说起来可就长了。我姐对我有救命之恩。什么救命之恩啊？怎么回事啊？那会儿我7、8岁，那冬天冷啊，零下35、6度呢，就我们家门口一条河，全都冻成冰了，冰河。小时候我们就在那玩，坐在爬犁上来回那么一趟一趟那么玩。有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谁都没注意，那前面吧有块冰就没冻结实，正好赶着我滑过去，吧唧，那冰就碎了，我顺着那冰窟窿嗖我就掉那河里去了。哎呀，那得多冷啊！哎呦，这说冻的我呀！要怎么说，我姐是我的恩人，她绝对是我贵人呢。也就巧了，正好赶上我姐这时候从这儿路过。后来人跟我说的，我姐头发都立起来了，眼睛都冒绿光啊，就奔着那窟窿，咵一个50米冲刺，嗖一个鱼跃，奔着那窟窿就进去了，啪，旁边那冰都碎了。你知道费多大劲才把我从那冰窟窿里给拽出来吗？你姐太勇敢了，怎么那么勇敢呢？那得多冷啊，那家伙！哎呀，现在想起来我都起鸡皮疙瘩，我都直后怕呀。我都起来了，都不敢想。我是没事儿了，正赶上那阵我姐来事儿了，你知道吧？你想多冷的水啊，一激，落毛病了。为什么到现在没结婚呢？年轻时候漂亮着呢，好多人追她，就因为不能生育这事儿都黄了。你说我姐可不可怜？哎呦，真是可怜，你确实得好好报答你姐。所以那阵我就发誓，
我发誓，我长大了，我一定好好对待我姐，我得好好报答我姐。你真是得好好报答你姐。我有钱先给她买套大房子。我为什么学这妇产科啊？就跟我姐这病都有直接关系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想等我长大了，我给我姐治，是不是？没人要我养她，我养她一辈子。真是应该的，你姐太好了。一说我姐，我跟你说千言万语。哎呦，哎呦。你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。你看我刚才给你19岁那年，我们家来小偷了，我姐拿2把菜刀就顺着窗户。先吃点东西，那肉都烂了。蘑菇呢？你爱吃那口蘑？哎呀，我这一想着我姐呀，我这吃什么都……我还得跟你说道说道。我有个最重要的事儿没讲。那你说，你说。我姐啊，要在咱们家住一段时间。啊？哎，老婆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给你解释解释，行不行？啊？哎呀，你别生气。你还解释什么呀？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儿，还假惺惺请我吃饭，我当你对我多好呢，虚情假意，呸！哎。